大家好，我係嘉和老師。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講一個咧文化嘅知識喎。就咧，大家莊子咧有個古仔叫做美新抱柱而死啊。咁究竟佢係守信用啦，定係愚蠢咧？咁荀子咧就有自己意見嘅噃。好啦，咁咧喺莊子啊喺一個嘅道隻篇裏邊就講到啦，美新呢個人咧就同個女仔啊，大家喺個梁下即係呢個橋墩下邊咧等喎，個女人唔嚟到，真係嚟唔到喎，哇！點知突然間洪水暴至，佢咧抱住嗰個橋墩啊，個橋柱咧就死咗啦。咁東漢高友啊做個注就咁話啦，呢個咧係一個老人嚟嘅，老國人嚟嘅，就同個婦人咧就相約喺橋下。咁佢婦人冇嚟咧，佢就俾啲水咧浸死咗啦。好啦，咁而根據咧，即係美新咧，其實喺《字我冊》都有補充喎。佢叫微生高，佢話原來孔子學生嚟嘅，係魯國人嚟嘅，咁咪叫做微生高。咁咪佢咧，其實一直咧都係以信義正直去稱住嘅噃。咁故事亦都係講到咧，佢同情人相約啦，遇咗大水，哇大雨啦，咁咪美新依約前嚟，點知道咧水勢大漲，美新都唔願意嚟去抱住條柱咧。浸死咗，咁後人咧就用咗美新之信啊，或者抱柱之信咧，代表個人咧堅守信約啦。好啦，咁呢一度咧，其實咧喺莊子啊道隻篇裏邊咧，美新就同另外五個賢士咧一齊被提及嘅，包括咗我哋好熟嘅伯夷叔齊啦，有鮑照啦，呢一個嘅申屠狄啦，同埋介之推啊，係嘛？誒、好啦。咁呢幾個人咧，都係咧古代咧好有廉潔之名嘅高士喎。咁美新咧更加以守信嚟知名嘅。好啦，咁呢喺莊子嘅講法咧，佢話呢六個人咧，其實咧佢點批評佢哋啊？無異於所謂結犬流矢啊。好啦，粗剽啊，而黑者，皆離命，輕死不念本養受命者也。咁呢六個人咧，佢咧用得都唔係好嘅評語啊，被撕裂嘅狗啦，嚇漂流嘅豬啦，攞住個瓢啊，即係攞住個兜去嘅乞衣咧，都冇乜分別嘅，佢都俾名聲害死，唔能夠頤養天年嘅。咁喺莊子嘅批評咧，哎呀，儒家咧為咗性命而去咗本養自己嘅天年，實在係不值得嘅噃。好啦，咁但係孟子係咪咁咧？孟子其實咧喺佢自己嘅講法就話，佢話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喎。佢話其實最重要係個義啊，義即係適宜嘅義啊，義嚇，即係咧同適宜嘅義相同啊。用今日講法即係要審時度勢、權衡利害先應該做最合宜嘅決定啊嘛。好啦，咁啊大家都睇到係嘛？孟子喺離婁下邊講到啦，佢話咧如果用呢個角度去批評美新咧，嗱咁如果講信啊，佢真係徹底啊，係咪？用條命去守信諾。咁但係如果喺其他方面咧，佢就好似乎咧就冇周全之道咯喎，咁就唔符合孟子提倡嘅義之所在啦。其實咧，如果我哋用儒家角度去睇咧，嗱，其實莊子係點樣批評佢咧？佢話美新的死咧，就係信之患也，因為你信咧就會帶嚟一啲嘅禍患唔好啊。咁但係咁嘅講法咧，就同儒家咧未必係咁諗㗎，因為儒家其實重視四個字啊，通權達變。咁譬如《論語》都講啦，《子罕篇》裏邊可與共學，未可與的道，係嘛？可與咧的道，未可與立。就算可以立都未可以權，可以見到權嘅重要啦。而孟子進一步咧解釋咩叫權變啦，係嘛？咁大家咧都好熟悉呢個嘅故事啦。淳于髡咧佢就話男女授受不親禮啊。如果講禮咧，男女梗係唔可以掂手啦，係嘛？咁係一種合禮嘅表現啊。但係如果呢度話到啱啱你見到禿頭咯，如果個嫂喂浸親喎，咁你要點啊？梗係立即救佢啦。如果個嫂浸親你都唔救，係禽獸嚟嘅啫。咁所以咧，適時嘅權變係非常重要嘅喎。好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用呢個標準去睇咧，用孔子孟子角度咧重視權變咧，對唔合宜嘅信諾，其實真係唔需要盲目遵守嘅，甚至更加唔應該為佢咧而無辜喪命添。好啦，咁最後得出一定嘅回應咯喎。嗱，咁我哋咁諗嘅，美新重情義守信諾係可貴嘅，但又即係未免迂腐咗啲啦，唔識得變通之道。你諗下，遇到洪水，我應該立即去離開橋底保存生命啦。其實個好處就係你能夠維住個生命，然後先去同翻嗰個情人見面噶嘛。
第二啦，嗱，如果未伸手術而死咧，唉，係啊，佢係對住個情人手信喎，但係佢有冇忽略到其他倫理責任啊？你命喪難庭，令到父母傷心，就忽略咗做人子嘅責任噶咯喎，咁所以都唔合宜嘅情況。咁我哋咧希望呢個咧就大家睇到用呢一個慢支去講翻同時代嘅莊子咧，亦都希望大家咧去反思個問題。如果覺得好嘅，俾一字我或者留言咧，希望大家將影片。咁啊，下次同大家再見，拜拜。